成兄，成兄，你这是怎么了，成兄啊？成兄，你怎么了，成兄？成兄啊！没天理呀！醒醒啊！才到这个酒肆，就喝了2杯，就这样了。陈兄，你可别有事啊！你上有老下有小，你外面抱着绿茶婊，你可别就这么去了呀！你少说2句吧，多了。啊！醒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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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啊！走开！你这酒有毒！没有啊，真的没有啊。那你跟我说，这酒哪儿来的？最近禁酒令严查私酿，小店正在筹无酒之时，一位军员来我店贩卖军酒，小的一时糊涂，就给买了。好啊，我一直以为只有他王修家卖私酿，没想到你卖军酒。知不知道是军酒不能喝？这都是酒，为什么不能喝呀？这军中酒是用来祛毒疗伤的，俗称杀毒酒，是药3分毒。它抹在伤口上可以杀毒，可喝进肚子里，它就能杀人啊！哎呦，完了，我这辈子完了，完了！德昭兄啊，完了！不过看在你也不知情的份上，我们程小公爷要是无碍，就饶了你；但是如果有个好歹，你就等着偿命吧！哎呦，公子，你醒醒啊，公子！抢什么风头？哎呀，公子，听我说，哎呦，要想我们程小公爷无事，现在唯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做法事啊！别管什么教，能请来的高人全都给我请来。地方呢，就选在你这门口，一定要大张旗鼓，要多隆重有多隆重，连做7天，只有全城百姓都知道了，才能感动上苍。上苍感动了，我们程小公爷转危为安，听懂了吗？这可行吗？哎呀，城主，你怎么又口吐白沫了？你怎么？心跳呢？心跳何在呀？心跳！哎呀，心跳何在呀？心跳啊！不要质疑，质疑我就是在质疑上苍。是，一定照办，一定照办。夫君，昨天我进了皇宫，跟皇兄禀明了事情的原委。那陛下怎么说？皇兄近日身体抱恙，但脑子并不糊涂。我跟他一说，他就全明白了。相信以后不管有人再进谗言，他都会相信你，不会说你倒卖私酒了。哎呀，那我就放心了嘛。小点声，一会儿再把客人吓哭了。夫君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究竟有没有倒卖私酒？先保证不生气。这么说你就是倒卖私酒？客人吵醒了，我没说我倒卖私酒啊。你先保证不生气吗？你这不就是倒卖私酒的意思？也不一定，你先保证你不生气，我就跟你说实话。好，我不生气。你看，你骗我，你刚才明明生气了。我这一次绝对不生气。那好吧，我倒卖私酒了。王子豪，你怎么可以倒卖私酒呢？你看，我记住你，我记住你，记住什么了？我记住你，今天又骗我第2次了，是不是？以后女人说什么不生气，我都不会相信。你还敢少贫嘴！我原立一片忠心，没想到为了你欺君。那就算你早就知道我卖私酒，你会怎么跟陛下说？还能怎么说？让皇兄砍了你个狗头呗！你舍得吗？那有什么不舍得？眼不见为净。那我们家客儿惨了，亲爹为亲娘大义灭了亲，还贫嘴？
你想死是不是？好了，别说了，不生气了啊！说真心话，我保证以后都不卖私酒，我向毛主席保证。毛主席？毛主席是谁？哎，算了，姑且相信你这一次吧。不过，不知你日后打算怎么办？只能等德昭兄的消息了。又开始了！大爷兄马上看不见了啊，快点儿！金光闪烁，天地玄宗，我基本恩王就一九正神通。我老白，啥时候轮到俺记得？哎呀，等会儿，没看正忙着呢吗？我就这7天的法事一做啊，全长安几乎是妇孺皆知了。这次可再没有那些酒肆老板跑到我们家门口就闹了，还得多亏了2位哦。哎呀，子豪兄，区小事，合作挂齿啊！哎，今天那个敞开了喝，算我了啊！好，哎，多吃点瓜子，多吃点瓜子。来，师兄，小弟还有一事想请教啊。好，请讲。那天你说了个绿茶婊，小弟不知何意啊？啊，绿茶婊啊！据子豪兄讲，这个绿茶婊是黑木尔族的特级美女，她们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，在世间啊极为罕见。黑木尔族？这小弟在外征战了半年，对大唐周边各部也可谓是了如指掌，却从未听说有个黑木尔族啊。这个黑木尔族啊，他们逐权贵而居，流离迁徙，那是极为神秘，在大唐只留下了传说，见过之人那是寥寥无几啊。世间竟有如此女子，若能见到这黑木尔族的绿茶婊，吾此生无憾。2位，这个黑木尔族的绿茶婊往往混迹于普通美女之中，极难辨别。如若刻意求之，可能要耗尽一生功夫；但如果随缘的话，那就踏破铁鞋无觅处，何来全部费功夫？子豪兄此言真知灼见呀！啊，这男女之情也莫不如此啊！哎呀，德昭兄要是在此，想必会为了此言又要豪饮3杯。哎，德昭兄呢？德昭兄怎么样了？啊，我不知道。我这是在哪呀？去。回家。快去上报，宝刀练成了！快！小侯爷，刀剑锻造处报啊，宝刀结果了，这么快啊？那咱们去看看。哎，好，去。这个你尝尝，看能不能吃？尝尝，我这牙不行。好像没事儿啊。成功了。是大人，练成了。大人，如果加了刀柄，它将成我大唐威震四夷的镇国之宝——陌刀了。好刀，漂亮。陌刀果然名不虚传呐。不错。小侯爷，怎么了，小侯爷？关于您承诺的赏赐，啊，你放心，我王修答应的事绝对不会变卦，赏赐1分也不会少。谢小侯爷。
不过还有一件事，还有什么事？根据我们刀剑行的传统，这练出的第一把宝刀是要祭祀上苍，所以这第一把宝刀是不能呈报朝廷的。啊，那好办，那我现在就去安排祭祀，你等着。恭送姚侯爷。大家都准备好了啊！哎，二女，快过来，都等你呢！来了！哎呀，我10万8千里了呢。就知道今天是这么个场面，来就来吧。平时在家也没当他是个妾室。夫君这一碗水端的还真平啊。哎呀，夫人，小孩子嘛，我又不好把他一个人撂家里，就顺便带过来了。夫人还吃素呢。妾身平时也当二女是个孩子，可这一前一后的进去吧，心里就不是滋味。哎，人家叫她夫人，那前面也得加个2字。你看2吧，所以你就放100个心，她抢不了你的位置，你才是我明媒正娶回来的大夫人。妾身也只是发发小牢骚，夫君莫怪。还吃？你知道祭祀的规矩吗？今天啊，是祭祀献刀。大唐历来有这个传统，把建造处的第一把刀祭祀给上天，从而呢，让上天保佑我大唐不受侵扰，百姓能够安居乐业。知道了。一会儿啊，把糖吐了，不许吃糖了啊！我跟你说，进去不许笑，严肃点儿。夫人进去的时候，你就跟着后边迈脚进去就行了，不许多说话。一会儿我跟夫君先进去，你把那祭品一样样的端进去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夫人。好了，夫君，我准备好了。夫人就是夫人，哎。栓子，人在，把刀拿来。到嘞。预备，走。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。哎，挺好的是吧？啊，二爹了。老板，老板呢？谁呀？老板啊，你们俩哪儿来的呀？这么横？那是打琴，我从那个大神那嘎达来的。不是，我说你这瞅啥呀？你没见过外国人咋的？没，说你们两个汉话说挺好。你们真是外国人？必须的，咱俩都是外国人。这必须的。无家包换，老少咸宜，童叟无欺。别显摆了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咱俩都是外国人。都是外国人。我知道你是外国人，说事儿。还发脾气的小宝脾气，是这么个回事啊！你听我说，咱俺们打琴呀，和大使馆又听说你大唐的居民就做冷地刀，所以这次俺二爷特地闻味而来的。闻味啊！闻味。慕名而来。文化人啊，文化人这。太对，慕名而来。不过没想到我家鸡尾酒现在卖这么好。这话说必须的。哎呀，在俺们那嘎达老火了，这家伙，哎，你不知道，哎呀，家喻户晓。对。不过您二位就是拍马屁来的？哎，那不能够，俺哥俩今儿来呢，就是想整点你这鸡尾酒尝尝，整2封。哎，想喝酒啊，早说呀！不过跟二位说一下，我们这是会员制，100两1年。会员制100两，坑爹啊！不是，不能便宜点吗？俺们都是外国人啊。对，都是外国人。你们俩要是外星人，我可以给你们俩便宜点。外星人是吗？对，你说外星人谁啊？
我姐夫说外星人好像是叫罗纳尔多，具体干什么的我也不知道。其实吧，我就是罗纳尔多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罗纳尔多，认出来了吗？认出来了。对，罗纳尔多。对，就是我。不是，这会哪儿来的？你们两个，我俩是外国人，外国人是。哎，不是，哎呀，没看着忙着呢吗？走。弄两杯。什么破地方？太冷了，太冷。我说咋整的，让人撵出来了？你拜轮了，行吧？啊，你刚掏兜了，还多少钱？都掏来。我这出来拢共就带30两，带多？就带30两。不是30两啊？你大老远搁里就带30两了？啊？你这么抠，你家人知道不？哎呀，啊，不是哥，这好了，别说了。这么着啊，我凑70两，拿来。我走。我真只有30两啊？这不有吗？不是哥，别拉，这站着等着，你等着别雇佣啊，别动啊。啊，行，等着。老板娘，俺又回来了。一百两，你给俺办个会员卡。行，你现在是会员了，坐吧。好嘞。他盼的一天配对。不是，老板，俺的酒呢？啥？俺要的酒呢？酒？俺要的酒呢10两一杯。俺刚不给你100两，俺不是嫌会员吗？谁跟你说会员就能喝酒了？那是入会费，10两一杯，另算。坑爹了吗？你这是？你弄一杯。给他一杯。酒呢？哎，我别动！我说这啥味儿啊？这怎么着了？不正吗？这味儿？哎呀！伙计们，来，抓紧了，咱们不能歇着了啊！哎，这一来一回啊，这就得3天时间呐！啊，快！还有好多棉花咱没拉回来呢啊！来，快了！哎，来，再来一个，伙计！哎呦，够沉呐！抓紧回来，赶快啊！告诉他们，伙计，哎，这马啊，注意别太累着，3天备着好料，啊，好草好料的喂着给我啊！放心吧，管家。哎呀，快点，别歇着了，赶紧往回走，3天的时间呢！啊，快！还有没有人了？还有没有了？赶快跑步！走，赶紧！好嘞，赶紧走。路上吃点好的啊！赶紧走吧。哎，我张爬，小侯爷这年前向朝廷力荐设立棉花实验田，如今看起来还真是对了。我初步算了一下，这1亩地呢，竟然收成了20多斤皮棉。哦，按照这个量，咱们今年最少能收成27400斤皮棉呢！哎呦，这么多呀！那是，这还只是咱侯爷府自家地的产量，还没有算上
给朝廷种的棉花呢。多了好，多了好啊！这么几大包的棉花就堆这儿了？回小侯爷，咱们侯府啊，现在实在是腾不出人手来收拾。哎，是啊是啊，一个仓库什么的。哎，小侯爷，啊，工部来人了，好像是张大人。张大人？哪个张大人？张玉。啊，快请快请快请！好好。张大人？哪个张大人？哎呀，小侯爷够呛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啊，下官拜见大人。哎呦，张大人，多礼了，多礼了。哎，张大人，你看，哦，这个就是今年收上来的棉花。哦啊，我听说今年棉花大丰收，产量足有10000斤呢。是27400斤呢。哎呦，当真了得！这回司曹大人一定会重重赏赐啊！哎，张大人，这种棉花是利国利民哦，不要赏赐。大人高风亮节，下官对大人的佩服真是五体投地。哎，好好好好。不知这些棉花什么时候才能全部去籽入库啊？这得需要点时间了。哦，你要说这个种棉花呀，他是个人有2条腿都能种，但是去籽呢，这是个技术活，需要很多人手，而且这些人要有相应的经验。大人，下官有一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哎，你们这些古人呐，一有什么话就当讲不当讲，也不知道你是当讲还是不当讲。你要觉得不当讲，你还讲什么讲啊？那我是讲还是不讲啊？哦，大人，据下官所知，刘大人已经上报朝廷，不日将告老还乡。那么工部侍郎这个缺儿，将由在司公、司田2位大人之间选择。曹大人的意思是，如果在刘大人告老还乡之前，把棉花大丰收的事情上报朝廷，大人能否助曹大人一臂之力啊？曹大人还有这个心思呢。可惜，就算是我想帮，这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大人，朝廷不日将成立农学织造学，如果这次大人能够相助曹大人一臂之力，那么农学织造学监造这个位置，非大人莫属。这还有点意思啊！那大人的意思是，容我些时日吧，我看看能不能加快进度。谢谢大人。那下官马上就回禀曹大人去，好吧？好好好，告辞告辞。哎，张大人慢走。告辞。哎呦，慢走慢走。哎，前书胡账房。哎呀，小侯爷，您有何吩咐啊？胡先生，从我们家账房里边多提点银子，还要多招一些采棉的技工。钱叔，一会儿啊，你也贴上告示出去，就写上，如果谁能在短时间内找到去籽的好方法，本侯爷重重有赏。明白了。好，咱们开干吧。哎，好嘞。好。这悬赏的钱真是令我被大开眼界啊！也不知道有哪路能人能领此悬赏，我倒真想见识见识。你别说话，说话我就揍你！来来来，让让让让！这个赏老子领了。胡子剪了吧，小侯爷吩咐好几遍了，剪了吧，也不好看，剪了吧。去籽用铁杵，听都没听说过。你去看吧。听说这功夫要练到极致，能够举重若轻，估计他今儿个非得把咱侯府给震了不可。
走过了一个城，又爱上了另个人之后，给你唱过的情歌，唱给别人来感受。谁说得不到的就不能再深情的歌颂？情歌没错，错的是感动。一个被爱的人爱了别人，凭一句自由，跟着另个人把曾经的人忘掉之后，抓不到的幸福越用力就越换来落空，苦涩后懂释怀里有自由。爱了几分，旧的很几分，岁月冲淡了认真，谁都能说天长地久，谁又能真的跨越千年厮守？当冬天落幕，春天悄然来临，